之前介紹過勃艮第城堡原始版，今次開箱埋豪華版，一齊睇下有咩分別啦。中央版圖同埋玩家版圖顏色鮮豔華麗咗，圖示說明咧就變咗獨立顯示啦。而貨物咧都出現咗5款唔同類型嘅種類添。航海玩法不變，但就改咗位置，所有玩家一齊擲骰，按起始玩家白色骰子分發貨物到中央倉庫。但係今次加入咗盾牌嘅擴充，擲骰進行行動，喺中央版圖拿取資源，再放入去玩家版圖，亦都可以出售貨物。新版就新增咗路徑板塊，增加獎勵，用一個行動換取2塊工人板塊，亦都可以用+1減1轉換骰子嘅數字，而用2個銀幣就可以喺黑市度買板塊。而豪華版呢就加入咗唔同類型嘅擴充，同樣放置航海板塊，限選前進一步再攞中央嘅貨物。動物嘅板塊一樣可以疊加計算，建築物同埋知識板塊圖畫亦都重新設計過，感覺更加高級。今次豪華版送嘅收納令到成個遊戲體驗提升咗唔少啊，仲新增咗2人單人玩法添，重玩性極高。另外一副經典呢就係波多黎各，玩家扮演大航海時代嘅殖民者，透過經營農場、生產作物、建造城市嚟累積勝利點數，選擇角色執行主要行動同埋獲得特權。起始玩家擔任總督，依玩家順序先分發資源同埋準備工人就可以開始啦。開拓者由中央郊區嗰度拎板塊開發農田，並執行相對應嘅功能。建築師興建任何嘅建築物咧都可以平1蚊㗎。工頭咧就分派工人到玩家版圖上面，特權咧就額外多1個工人用。工匠可以生產貨品，符合生產條件咧，所有人都可以獲得收成，而佢自己可以額外多1份收成。交易商咧就可以出售手上嘅商品獲得金錢。船長咧就負責運送貨品上船，而船長送貨仲可以額外加分添。而勘探者咧就所有人都冇行動，自己喺銀行拎1蚊啦。玩家可以隨時移動建築物而擺放新嘅板塊。新版加入咗擴充，令到遊戲玩法更加豐富添。呢2款遊戲成為經典咁多年後都仲可以重製，就知佢受玩家歡迎啦。你都唔好錯過啦。